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家長繼續收睇啟思同行系列。今集我哋嘅主題係富養。上一集我哋講到童年係一生嘅起點，幸運嘅人用童年治癒一生，不幸嘅人用一生治癒童年。讓我哋成為自我覺醒嘅父母，共同努力，俾孩子一個美好嘅開始，為佢哋創造一個充滿愛同支持嘅環境，鼓勵佢哋勇敢地探索自我，用童年治癒一生。今集我哋會講富養。喺大約20年前，李麗珊講過，養育一個小朋友要400萬。20年後嘅今日，物價指數上升，當然唔止400萬啦。咁養育一個小朋友究竟要幾多錢呢？今集我哋討論嘅富養，唔係講金錢上或者物質上，而係講用愛去富養小朋友。早前熱播嘅韓劇《苦盡甘來遇見你》，劇情穿過3個時代，3代嘅女人用各自嘅方法愛住彼此，帶出當父母嘅總係害怕俾孩子太少，而孩子就會成日嫌父母俾得唔夠多。但作為父母，已經將佢哋嗰個時代可以俾嘅都已經俾晒，而引起大家嘅共鳴。喺現今社會入邊，家長為咗可以俾子女提供更好嘅生活環境、更好嘅生活體驗，花好多時間努力咁工作，賺取金錢，向小朋友提供更多更好嘅物質支援。但係過度嘅物質對小朋友嘅成長引嚟問題，包括缺乏情感連結、價值觀扭曲、增加依賴性、欠缺社交技能同帶嚟心理健康等問題。家長努力工作係希望可以提供大量嘅玩具、衣服，甚至電子科技，例如平板電腦、手機等等，希望小朋友可以有個豐富嘅物質生活，以表達佢哋對子女嘅寵愛。但係過量嘅物資會令到小朋友過度依賴，將時間同精神投放喺物質上邊，將物質財富視為幸福嘅主要來源。當小朋友感覺到孤單或者缺乏支持嘅時候，就會不斷追求物質，習慣依賴豐富嘅物質生活，缺乏獨立性同解決問題嘅能力，更加有機會會導致焦慮、抑鬱等等嘅心理健康問題。喺惡性循環底下，導致小朋友嘅孤獨感同焦慮感增加，總係覺得父母唔能夠理解自己，唔夠愛自己。作為家長，明明為咗小朋友有個更好嘅生活，犧牲咗陪伴佢哋成長嘅時間，仲要聽到小朋友埋怨自己唔夠愛佢哋，除咗覺得佢哋無理取鬧之外，更加覺得無奈。忙碌嘅生活節奏，讓大家都忽略咗彼此嘅情感需求。咁究竟家長要點做先可以做到富養呢？喺養育嘅過程中，物質支援係重要，但情感支持亦都非常重要㗎。用愛富養，顧名思義就係付出豐富嘅愛去養育小朋友，因為愛係支持一個生命成長嘅基石。小朋友睇重嘅係被重視、被愛，可以係簡單嘅關心、問候，亦都可以係主動提供幫助。呢啲小小嘅舉動都能夠讓小朋友感到溫暖。例如，我哋可以擁抱佢啦、親吻佢啦，嚟表達對佢哋嘅愛，等小朋友感受到安全同溫暖。又或者花時間認真聆聽佢哋嘅說話，無論係佢哋嘅煩惱定係興趣，都可以讓小朋友感覺到被重視。經常讚美佢哋嘅努力同成就，無論大小，都可以增強佢哋嘅自信心。我哋亦都可以安排時間一齊玩遊戲或者進行活動，以增進大家嘅親子關係。到小朋友大啲，我哋更加可以寫下小字條，放喺佢哋嘅午餐盒或者書包入邊，寫上我愛你或者你好叻啊，等佢哋每日都可以感受到你嘅關心。又或者我哋可以建立一啲例行活動，例如每日或者每個禮拜安排一個固定嘅親子活動，譬如閱讀時間或者一齊去散下步，都可以增進感情，令到小朋友感受到家長對佢嘅愛同支持。
小朋友喺充滿愛嘅環境中成長，佢哋會感到被接納，從而建立穩定嘅情感聯繫，增加佢哋嘅安全感，提升自尊心，更可以充分發展社交技能，提升心理健康質素，刺激小朋友對學習嘅興趣，更願意面對挑戰，學習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當小朋友嘅成長過程中面對挫折嘅時候，家長俾佢哋嘅愛可以轉化為一種情感力量。呢種情感唔單止可以幫助佢哋喺學業上表現出色，會令佢哋更加自信，更加有創造力，能夠激發潛能，保持堅韌同勇氣。勇氣唔單止係面對外在嘅挑戰，仲包括對內心嘅堅持同信念。喺佢哋成長之後，面對職業上嘅挑戰、家庭嘅壓力以及情感嘅波折，喺面對人生嘅重大抉擇時，可以勇敢地跟隨自己嘅內心做出選擇，堅持自己嘅決定。呢種勇敢嘅選擇唔單止能夠實現自我價值，亦都係揾到真正嘅幸福，通往成功嘅重要一步。用愛富養唔單止係對其他人嘅關懷，更加係一種自我關懷。喺追求成功嘅過程入邊，學識愛自己，俾自己有足夠嘅空間同時間去放鬆，去享受生活，同樣係富養嘅一種方式。只有當自己充滿愛嘅力量時候，先能夠更好咁去愛其他人，影響周圍嘅世界。即使冇金錢襯托住嘅富貴榮華，被愛富養嘅小朋友亦都會有足夠嘅底氣，可以喺面對其他人唔公平對待嘅時候，不卑不亢咁話：我都係爸爸媽媽嘅心肝，唔委屈，唔過度忍讓。讓我哋用愛富養小朋友，為佢哋培養不卑不亢嘅底氣啦。聽到呢度，家長你覺得你喺度富養緊你嘅小朋友嘛？你係邊一種嘅富養呢？你希望你小朋友有足夠嘅底氣嘛？同我哋一齊分享下，下集見，拜拜。